主后2023年10月1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到主的面前着谦卑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以赛亚书23章第1节到18节。这是有关太年的信息。他死的尊者着悲伤啼哭，因为太年受毁坏，无厝嘛无港口啦。对基体一地有话传到因遐。沿海的住民，西顿的生理人啊，着哀哭，恁过海趁真济钱，经过大海，在西海的5国尼罗河两岸的收成，太年成做万国的市场。西顿海洋的要塞啊，着见笑，因为大海有讲：我毋捌怀孕，嘛毋捌生你；我毋捌养饲后生，嘛毋捌养育查某囝。消息传到埃及的时，因会为着有关太年的风声非常痛心。沿海的住民啊，着过去他死，着哀哭。这检是古早就建立繁荣的城市，有真侪人对遮去到真远的所在做生意。太年捌指派人做别国的王，伊的生意人真侪是王亲，伊的商人是国戚。啥人决定要攻击太年？这是上主万军的统帅的决定，要凌辱太年所夸口的荣光，互世上一切的贵族见笑。他死的住民啊，着带满恁的土地，亲像尼罗河的水泛滥，无受限制。上主已经伸手伫大海的顶面，要互列国皮皮喘。伊下令要毁坏腓尼基的要塞。伊讲：受凌辱的在色女西顿啊，你袂阁有快乐，起来，过去基提，伫遐你嘛袂当得到安息。恁看加勒底人的地，伊的人民无阁存在。亚述人互伊成做野兽大的所在。因起造宫城的塔，拆毁伊的宫殿，互即块地拍荒。他死的尊者，恁着悲伤啼哭，恁的堡垒已经受破坏啦。伫迄日，太年会互人袂记得70年久，甲一个王的年岁变长。70年了后，太年的境况会亲像我所伫描写的妓女。你即个互人袂记得的妓女啊，摕扴琴伫城内四界行，弹好听的歌，吟真济诗，互人阁会记得你。70年过了，上主会阁眷顾太年，太年会恢复伊的本业，甲世界逐国无益。毋过，伊的盈利甲所趁的钱，拢要献互上主，无要藏地，嘛无要囤起来。伊的盈利要归互敬拜上主的人，互因正清拢富足。到主的面前着谦卑。先知以赛亚的预言，对东边的巴比伦开始，到西边腓尼基的太年，推罗西顿做结束。以赛亚书23章是先知对最后一个国家所讲的预言。以赛亚传达的上帝信息是要互犹太的，爱人民会晓谦卑倚靠上帝。先知对繁荣不虞的腓尼基的预言是：
所有欢迎敬奉，得天独厚的优势环境，也成果的城市，有一日会亲像杏花一现消失殆尽。遐个对海象要转去厝内的水手，伫转去厝内的途中，受告知太阳已经被毁灭啊，面临有厝袂当通转去的惨状。这城市会变成一座哀哭的城市，而且会荒凉，受遗忘70年。原因在于因伤骄傲自大，目中无上帝。因为安尼，上帝的定义要将止因无听无道的傲慢，要互因变谦卑。有一句台语俗谚讲：摇摆无落魄的久，意思是嚣张狂妄不过是一次性的，一旦落魄就学得通翻身。这句话用来讽刺行事骄傲的人。伫社会上、教会界，常常耳闻当人握有权力、金钱地位的时，心态也对地改变。当人拥有身份地位的时，往往会享有受尊荣的待遇，无论是去到任何所在，拢变做镁光灯的焦点，而且享受特殊的礼遇甲掌声。人一旦习惯这个尊荣的掌声，就亲像挂魔戒共款，往往伫无张持的时，就迷失家己，开始认为家己会当呼风唤雨，会当掌控一切。一旦人想到的拢干那只有家己，就完全袂记得上帝的存在。总是这种嚣张和狂妄，往往会互人失去更较重要的物件，譬如人甲上帝的关系、人甲人的关系、家己的良心和性命的真谛。这物件拢是无价。当人失去这个，就会失去生命真正的价值。安尼，咱文学家萧伯纳有一遍出国访问，伫加罗尼拄到一个聪明的查某囡仔，就甲伊算甲袂记得时间。萧伯纳担心查某囡仔转去会受责备，就甲讲，转去甲你阿母讲是萧伯纳先生甲你算一下步。查某囡仔随时应讲，你会转去也甲你阿母讲玛丽甲你算一下步。这互萧伯纳得到启发，后来对伊的朋友讲，一个人毋管成就有偌大，拢应该平等谦逊对待人。谦卑的人才会当体会出家己的有限，愿意学习甲成长，搁尊重别人的观点和意见。希望咱每一位上帝的儿女，拢会当用一粒谦卑的心来服侍上帝，服侍人。日想，当一个人换位置，就会换一粒头壳是无？我安怎看待这个代志？当一个人换位置，就会换一个头壳是无？我安怎看待这个代志？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求你互我谦卑，无互权力欲望蒙蔽。当我互利益分心的时，求你互我认罪回转归向你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